继续咱来看，中国的海警船是又搁来扰乱金门的水域。海巡署金马片分署昨晖搁侦查到金门南边的海域，有4只中国的海警船挖进咱的限制水域。咱是随派4只巡防艇因应甲驱离，来维护咱的海河安全，也有捍卫主权。你已进入中华民国禁限制水域，严重破坏区域和平稳定，影响海上航行安全及交通秩序。 请立即转向驶离，请立即转向驶离。海巡人员透过广播要求中国的海警船离开咱的限制水域。海巡人员发现讲，昨晖下晡3点左右，有4只中国的海警船为金门的复兴区、德山、甲新湖廖罗南平驶入来咱的限制水域。海巡署嘛，伫咧限制水域的界线调4只巡防艇，一只对一只安尼来应用，而且全程嘛用广播来警示。 经过2点钟的对徛，海警船总算是驶离开咱的限制水域。